批评。我们认为，今天台湾安全最大的威胁，就是源于中共始终不放弃武力犯台。近年共军基建更不断出入我周边的海域、空域，并越过中线，持续增强对台军事恫吓，破坏了台海以及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。那么习五条后，更变本加厉，试图以暴力胁迫台湾人民接受其偏狭的政治主张。台湾绝不会屈服，也不会接受一国两制。中华民国政府致力于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发展，同时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，捍卫主权与民主。这个前提是在面对中共军事侵略、维护和平的必要防卫作为。未来也将和理念相近的国家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，以维护台海跟区域的安全稳定，保障台湾人民的权益跟福祉。谢谢。